那今天想说一个人默默的来送龙哥最后一程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重视资深艺人，真的要多多重视，他们都是国宝。大哥，其实我们原来今天礼拜五是预计，本来这个既定的就是我们公益短片的记者会的行程。那其实，在1-2周前，我跟可丽姐啊，然后龙哥也都开始在传简讯，然后已经预计今天要碰面这样子。那当然，我自己还是很无法相信接受这个事情。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感觉很像是这个行程虽然实际上先取消了，但是我还是想来这里跟龙哥会合，然后很像就是完成这个行程的感觉。在一些这种演感情戏啊、父子戏的过程，你的一些情感表达可能还不到位的时候，他每次的指导，还有用他那种很像是你朋友，很像是你就像跟你同龄的朋友、年轻人一样。但又是一个前辈，把你这些技术啊、情感面交给你，那些这种，他在把他这种演艺圈的经历、演戏的技术，无私的交给你的感觉，每一次都很令我印象深刻。就每一次就是，就算没有片酬，我都想来跟他演戏，这个感觉这样子，对啊。我其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来到这里会有这样的情绪，因为那今天想说一个人默默的来送龙哥最后一程。我虽然跟他共事不久，但跟他演戏真的是很过瘾，心里会有很多涟漪。对，然后希望大家多多重视资深艺人，真的要多多重视，他们都是国宝。不要每次都是新闻发完之后大家就淡忘了。希望大家给国内艺人多多鼓励，因为少了一个国宝，就没有人提携后辈了。没有人提携后辈，就一个大断层，我们表演不会进步的。所以，千言万语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